来关心两只中国渔船昨伫澎湖七米海域互海巡发现，但海巡伫现场有查扣一只中国渔船的部分船，若船顶有300公斤的鱼货，当场拢撇转去大海。另外8个中国船员甲船只拢互咱押转来调查。本艇于本日8时执行海上联合侦巡勤务，于新美西南14.8里发现2艘大陆船舶。 与我国禁限制水域并靠，即实施鸣笛广播命令陆船停船受检。该2艘陆船分开逃窜，蛇形拒不停船受检。本艇随即强靠登检其中1艘陆局运补船。 澎湖的海巡昨昏伫7米西南海域发现2只中国船，要求因停船接受检查，也毋过这2只船是旋甲真紧。海巡就到位8去船顶检查，船顶有8个中国船员，佮有300公斤的鱼货。这鱼货当场是拢撇转去大海。若是8个中国渔船甲船只，即嘛是拢互咱押转来调查。